彼得前書第5章，我俩做長老，做基督受苦嘅見證人，有份將來所愛顯現嘅榮光。列下看你哋中間窮下做長老嘅，你哋愛牧養上帝託付你哋嘅羊群，樂意照上帝嘅旨意照顧佢哋，唔係出於勉強，唔係因為貪財，係出於甘心來侍奉。唔可喝止所託付你哋嘅羊群，反轉愛做佢哋嘅榜樣。咁樣，大牧者出現嘅時節，你哋就為梁樹嘅永遠唔會失去陽光嘅冕旒。同樣，你哋後生嘅人應該順從長輩，大家愛用謙卑做衛生群家庭來互相服侍，因為聖經講，上帝阻擋驕傲嘅人，賜恩典給謙卑嘅人。所以你哋愛謙卑，降服在上帝大能嘅手下，咁樣佢會在適當嘅時機告訴你哋，愛將一切嘅掛慮交俾佢，因為佢關心你哋，愛節制謹慎，你哋嘅對鐵魔鬼像好好滾嘅水誒，咁樣行來行去，潛機吞得落去嘅人，你哋愛信心堅定來抵抗佢，因為你哋在全世界嘅眾兄弟姊妹也經歷同樣嘅苦難，總係在你哋暫時受苦以後，嘅受一切恩典嘅上帝，就係呼召你哋通過同基督耶穌結連來分享其永遠嘅榮光嘅上帝，天作為親自成全你哋，堅定你哋，賜力量留堅固嘅體基俾你哋，願權能歸本佢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。在忠心嘅兄弟希拉嘅幫助之下，我寫了封短短嘅信嚟俾你哋，來勸勉你哋，對你哋做見證。這係上帝真實嘅恩典，你哋愛在這個恩典當中企穩，同你哋窮下得到揀選嘅巴比倫教會對你哋請安，我來馬可也對你哋請安。你哋愛用愛心相近，彼此請安。願你哋所有屬基督嘅人，隆重得到平安。